主后2023年2月20日，每日圣眼讲读经，勇敢甲责任感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创世纪43章第1节到34节。迦南地区的饥荒真严重，雅各遐囝对埃及带转来的五谷已经食了。因老爸甲因讲：“恁过去甲咱买一寡米粮。”犹大对伊的老爸讲：“迄人严严甲阮警告讲，你若无带恁小弟来，就免想要见我。你若要互阮小弟做伙去，阮就落去甲你买米粮。你若毋互伊甲阮做伙去，阮就无要落去。”因为迄人甲阮讲：“恁若无带恁小弟来，就免想要见我。”雅各讲：“恁是安怎安尼害我？甲迄人讲恁还有小弟。”因应讲：“迄人一直甲阮问阮甲亲族的代志，讲恁老爸还有活地无？恁还有兄弟无？”阮拢照实讲，阮哪会知伊会讲？就带恁小弟来。犹大阁甲伊老爸雅各讲：“你将即个囡仔交我，阮就随时出发，通互咱一家大细拢活落去，免枵死。我甲伊担保，你通对我讨人。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互你，我愿一生担即个罪。咱若无安尼延迟，阮已经第2遍倒来啦。”因老爸雅各甲因讲：“若是安尼，恁就带咱遮上好的土产，一寡乳香甲蜂蜜，以及香料、木药、开心果、杏仁做礼物送互迄个人。恁阁着带顶杯的银。”将恁伫布地口发现的银带转去行医，迄个可能是失错。恁通带恁小弟出发去见迄个人。愿全能的上帝互恁得到迄个人怜悯，互恁迄个兄弟甲便雅悯会当转来。我若失了我的囝，我嘛着接受。因就带遐个礼物甲顶杯的银，佮带便雅悯出发落去埃及，徛伫约瑟的面前。约瑟看到便雅悯甲因做伙来，就对管家讲：“带这人去厝内，佮杀精生，准备宴席。中昼这人要甲我做伙食饭。”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。带因入去约瑟的厝内，遐人互管家带入去约瑟的厝，就真惊吓讲：“带咱来遮，一定是因为头一遍伫布地口行咱银，要找咱的空芳下手害咱，强逼咱做奴隶，抢咱的奴。”因就惊我约瑟的管家伫门口对伊讲：“先生，阮顶遍落来，真正是要买粮食。后来到歇眠的所在，开阮的地仔，无拍算，阮逐个人的银原封不动伫逐个人的布地口。当阮有搁带来买行李，阮另外搁有带银要来买米粮。阮毋知什么人将阮的银下伫阮的布地内。”迄个管家讲：“做恁安心，免惊，是恁的上帝，嘛是恁老爸的上帝，将财宝藏伫恁的布地内。恁的银我已经收着。”然后伊就带西面出来交互因。管家带遐个人入去约瑟的厝，芳水互因洗骹。佮摕草料饲因的驴仔，
因就准备遐个礼物，听候约瑟中昼倒来，因为因听到因要伫遐食饭。约瑟倒来到厝，因就将带入去厝内的礼物摕出来送伊，搁趴伫涂骹拜伊。约瑟甲因请安，搁问因讲：恁所讲迄个年老的老爸有平安无？伊有好势无？因讲：你的仆人，阮老爸有平安，也活地。因就压头拜伊。约瑟举头看伊共老母的小弟便雅悯，就讲：恁甲我讲的煞尾小弟是即个是无？佮讲：少年人，愿上帝施恩互你。约瑟听小弟的情大激动。赶紧要找一个所在好，就入去伊的房间啼哭。后来伊洗面了出来，勉强饮茶，欢呼开桌。因为着约瑟另外摆一块桌，为伊的兄弟搁摆一块，嘛为遐个甲约瑟做伙食的埃及人另外摆一块。因为埃及人看甲希伯来人做伙食饭做禁忌，约瑟的兄弟坐伫伊的对面，因的座位照大细的次序安排，因拢真戆影，互相看来看去。约瑟将伊面前的食物分互因，毋过便雅悯得到的比别人5倍多。因甲约瑟做伙啉酒宴乐。以上，勇敢甲责任感。2022年7月初8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，震惊全球，各国豆豆表达哀悼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罗金撰文表示，安倍晋三伫2任首相期间，对世界局势的洞察赢得国际敬重。特别是伊真早就意识到中国逐渐增强的国力和影响力，会削弱区域和平和安全体系，所以提出应对之道，重新调整日本的外交政策。注重甲中国的长期竞争，安倍经济学就是伊的一个策略。安倍晋三伫任期间力推3件代志：第一，强化日本经济；第二，提升甲美国同盟关系；第三，甲澳洲、印度拓展外交关系。对安倍晋三的作为，通看到一个为大局设想的领袖，会带互更较侪的人受祝福。安倍晋三对台湾的关心，更较亲像对待亲人。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，伊对中国威胁台湾的事向国际提出警示。除了呼吁美国舍弃战略模糊政策，也公开表明，台湾有代志，就是日本有代志。无怪安倍晋三的过身，互真侪台湾人深感哀伤。试想，人甲人之间，也是国甲国之间，若欠缺道德勇气和明辨是非的智慧，会影响偌济人的权益。对安倍晋三身上，咱看到一个领袖的勇敢甲责任感，是偌尼啊重要。正义人物若无正义的使命感和理想，到尾也只是追求私利的政客若定。约瑟为了见小弟便雅悯的面，特意甲西面留落来做人质。当雅各一家人食了对埃及
买转来的米牛。雅各阁吩咐伊遮个囝去买米牛。迄时犹大对因老爸讲，着带小弟便雅悯做伙去埃及，才有法度买着牛食，通互全家的人免治到枵死。第二年，犹大兄弟提议，甲约瑟卖掉，莫杀伊，因为因是手足骨肉。伊的话，互约瑟逃过死劫。这时，犹大阁勇敢对老爸讲：“我甲伊担保，你通对我讨人，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互你，我愿一生担这个罪。”雅各听到犹大讲的话，同意互因带小弟同齐去，阁交代因着安怎做。犹大这段话的重要性，检采时常受忽略。总是对我来讲，我对犹大的言谈中，看到伊的勇敢和对亲人的责任感。伫危难的境况中，咱常常会考量真侪因素，眼前的难题确实会互咱停步，可能是担心会得罪着啥人。还是惊家己自身的权益受影响等等。总是我相信，咱若倚靠上主，靠伊美善的心意来做代志，相信伫重要的关键时刻，上主会赐予咱勇气和智慧，互咱通承担责任。特别是伫这个世代，基督徒面对的挑战搁较大、搁较复杂。咱需要祈求上主的帮赞，求主赐气力，互咱勇敢负起宣扬上帝国福音的责任。默想，我对所徛起的社区和台湾社会有甚物责任呢？我愿意勇敢承担倒一寡责任。我对所徛起的社区和台湾社会有甚物责任呢？我愿意勇敢承担倒一寡责任呢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主，感谢你透过犹大的作为，互我学习勇敢甲负责的态度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